大家好啊！我脚受伤要出门啊！让我手拿什么？是拐杖。同学，你的车头灯真的很亮。同学，你跟司令部两个前面行不行？眼睛会痛吗？要。接受道歉，杀！拉吧。噔噔噔噔噔。助けてください。车辆右转弯，请注意安全。车辆右转弯，请注意安全。我这边长一颗痘痘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嘿嘿。